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利未記23章第1節到第8節，路加福音22章第1節到13節。今仔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準備。牧師對細漢就是田徑隊的啦吼，國中、高中嘛分別參加骹球隊甲英國式的橄欖球 rugby 吼，以及學校的田徑隊走100公尺。平常時呢，每一天透早，阮就愛到學校來練這個體力。4層樓的教學大樓就愛走咧60年來這個體能的訓練啦吼，然後就開始練這個橄欖球的技巧。安尼準備就是要互家己有夠額的體力以及技巧，佇這個球場頂懸有好的表現，甚至是預備要來贏這個比賽。100米的這個短跑比賽也需要真好的體力的訓練。除了安尼以外，比賽是裁判嘛會舉着迄個起跑的槍，喙着發講吼，各少各位準備吼，安尼，然後就彈迄個槍起跑來比賽。所有的預備攏是為着要有好的表現，嘛會通期待講贏這個比賽。伫半過節的準備是為着要互人。特別是以色列人來守這個半過節，因為當這時上帝正着安尼，互因來搬過迄個太大囝的災難，這種瘟疫的侵襲，是為着要互軍隊上帝的人相信上帝的人會通得到救恩。利未記23章第1節到第8節，記載着上帝命令摩西宣布的節期，叫以色列人着愛預備來守節，愛守安息日，閣較是愛守這個半過節，來紀念上帝的恩典。上主對摩西講：你着對以色列人宣布我的節日，佇恁上主的節日，着組織舉行盛會。6日着做工，第7日着完全休困的安息日。這日恁無論住佇什麼所在，任何的工作攏毋通做，着舉行盛會，因為這日是上帝的安息日。下面這個是上帝的節期，恁着照着聚會舉行盛會。正月14黃昏的時是上帝的半過節，這個月的15是上主的度假節。恁着食無甲餅7日，頭一日就舉行盛會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攏毋通做。這是顧着用火燒祭物燒予上帝。第7日就舉行盛會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攏毋通做。同款的節期，到佇新約福音書，佇迄個時期的意義頂懸，閣有無啥同款。相款是上帝所賞賜的救恩，但是迄隻大罪的羊羔卻是無同款。耶穌基督愛彼得甲約翰去預備守節的暗頓，但是耶穌基督預備家己來邁向這個受難的路，正做上帝救恩的計劃。路加福音22章第1節到13節，安尼記載。度假節嘛叫做半過節，特別到。這市長甲經學教師因為驚民眾，所以得找看有啥物法度通害死耶穌。撒旦入去
迄个叫做以斯加勒的犹太的心内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。伊去甲祭司长、甲圣殿的守卫官参详，看要用甚物款的法度将耶稣出卖互因。因真欢喜，得要互伊钱。犹太同意，就一直咧找机会，通伫群众无伫因中间的时出卖耶稣。拄甲节就是着太搬过节羊羔的迄日到啦。耶稣找彼得甲约翰，甲因讲：恁去准备搬过节的暗顿，咱通食。因就甲伊问：你爱阮伫倒位准备？耶稣就甲因讲：恁入去城内，会拄着一个提水盘的查甫人，恁缀伊入去，要入去的迄间厝，甲迄家的主人讲：老师在问，伊甲伊的门徒得要食搬过一个暗餐的客厅伫倒位？迄个人会报恁看到楼顶一间宽好势的大厅。恁就伫遐准备，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，因就伫遐来准备搬过节的暗餐。基督徒咧，今日咱伫大灾节期的期间预备家己也无，咱是要预备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正做生命的得胜者，或者是咱犹原有即种犹太的软弱，预备互耶稣基督继续受难呢？咱到底预备什么货？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：上主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，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去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弱。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大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无惊我，伫路呢看到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。无人笑脸，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四界伫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要求要换靠你，我讲你是我的上帝。我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主的救恩，互阮预备领受主所准备的，预备阮家己，预备守主的节期。伊比家己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正胜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